深夜嘅教員室，我收到一份異常完美嘅常識科工作紙，但呢份報告嚟自明仔，係我嘅印象中，佢每次做功課都係眉頭皺面，連寫出一句完整句子都非常吃力。我去咗查一查，果然呢份功課嘅答案係 AI 生成，但令我驚訝嘅係，佢竟然識得輸入非常精準嘅指令去引導 AI 完成任務。我知紅筆停咗喺半空，俾0分，咁好似會扼殺佢好唔容易建立嘅解難動機，但俾滿分，咁對其他努力自己做功課嘅同學又好唔公平。最後我放低咗支紅筆，換上藍筆，我寫低咗一行字 ：AI 運用能力 A，但請準備明天的口頭報告。呢個就係我嘅取寫。我肯定佢擁抱未來工具嘅能力，但我堅信佢必須真正理解知識的底線。AI 時代，我們不單止批改答案，更要引導佢哋駕馭未來。AI 無錯係可以輕易俾出滿分答案，但只有老師能給予佢哋真實成長嘅空間。